打完激光難眠喎，真正嘅元兇咧，可能係你啲護膚品啊。連最溫和嘅光學祛斑啊、美白啊、收毛孔啊，都一樣有機會打爛面㗎。咁點解咧？做完激光之後咧，皮膚咧係有可能出現一個暫時性嘅屏障受損嘅。嗱，之後皮膚係需要慢慢修復，其後皮膚先會變得穩定、更健康嘅。但問題係打激光之後，皮膚護理做錯咗咧，皮膚會越搞越差嘅。因為打激光本身就會令皮膚水分流失，再加上皮膚暫時性受損，塊面咧係會比平時更乾、更脆弱。咁皮膚咁乾會有啲咩反應呢？最常見咧就係痕咯。有啲人咧會出類似啲風癩、紅色一笪笪咁嘅。有啲人咧會突然冒出敏感粒，成塊面紅卜卜。好多人以為自己敏感咗啊，其實根源係皮膚太乾燥咯。更麻煩嘅係，好多人諗住打完激光之後咧，皮膚會更加吸收喎。咁所以咧就狂搽一啲補品落去啦，美白精華、抗皺精華、功能性產品全部一齊上，希望皮膚更加之靚。結果係點呢？可能係相反，皮膚更差啊！你要明白，你嘅皮膚而家係受緊傷啊，仲未穩定嘅。喺呢個時候你搽咁多嘅嘢，咪即係等於喺個傷口上面撒鹽咯。咁應該點樣做呢？嗱，真正要做嘅咧得兩樣嘅啫。第一，保濕，你需要兩種產品同時做嘅。第一種咧係補水，例如透明質酸啦；另一種咧係鎖水，例如神經酰胺啦，又或者係角鯊烷呢個面霜，將喺皮膚裏邊嘅水分咧鎖緊。如果補水唔鎖水嘅話咧，水分咧就會被蒸發走嘅，塊面一樣會越搽越乾嘅。所以一定要兩樣加埋一齊做，水分咧先會真正留喺你嘅皮膚裏面嘅。而第二樣咧就係防曬啦，因為打完激光之後咧，皮膚對紫外線嘅敏感度咧會大大提升嘅。如果冇做好防曬咧，好容易會反黑嘅。所以打激光做得好唔好，一半係部機，另一半咧就係你之後你點樣照顧你自己皮膚啦。如果你想知道打激光前後整套點樣護理嘅步驟，留言打班，我會送你一份激光護膚指南。